手机语音助理搜寻圣经的中英对照本，也出现了要下载手机的应用程式，或者是这个中英多语圣经，中英多语圣经，也可以选繁体的、简体的、英文的，很进步，很用心呢。内容多，所以要比较久一点才会显示。现在说这个网页能不能读出来，网页的字能不能读出来，要下载啊。支持多国语言呢，支持多国语言呢。目前有中文、英文、台语的，连台语都可以哦，厉害！希伯来文、泰文也可以哦，阿拉伯文、越南文也可以哦，韩文、日文都可以，好厉害呀！希腊文、俄文、德文、法文、拉丁文，14种语言，20多种版本，可以自己选择使用繁体、简体、英文菜单 menu， 能同时对照观看呢，好厉害呀！投影啊，绘出不同版本的圣经，好棒啊！强而有力的搜寻引擎 ，NO 之外还可以配合括号。好厉害呀！这个符号很会利用啊！预先设定100种以上的绘出输出的格式啊，可以汇入到 Word 中时，节省你的编排时间哦。好厉害啊！使用双萤幕操作，投影功能使用双萤幕操作，这个进步快的厉害啊！搜寻经文的速度可以赶上讲员的任何没有事先设定的经文，好棒哦！搜寻经文的速度可以赶上讲员的任何没有事先设定的经文，这么真厉害！投影任何版本，可以同时投影多种版本的经文，好厉害！那要中文、英文，中英对照，中文、英文、日文，好厉害！中文、英文、韩文，中文、英文、泰文，中文、英文、越南文，好厉害啊！可以投影任何的图片哦。制作微软的简报，按文章内的大纲、经文、图片、图表截取后，一个按键，1分钟就产生微软的简报 ，Microsoft PowerPoint，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PPTX 档哦，好厉害哦！可以制作微软简报热键 Hotkey 功能不用开另一个视窗，不必使用滑鼠的，不必使用鼠标穿梭在不同的视窗中只要4个动作可以使用键盘，而且全在 Word 中。好厉害啊！加快写文章、编写查经材料的速度，节省时间。热键这么好用，参考资料功能，离线可用参考资料，提供一般圣经的小百科、人名、地名、植物、动物，将你自己的心得电脑的各种各类档案link连接还是图的、音的、影片的link加入资料库。上线可用的参考资料，提供圣经各本
书啊章节的参考资料上网，提供网上搜寻的功能。Google、Yahoo、Bing，还有基督教的好网站呢，尽可能的在几乎不增加占用你的硬碟空间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的效果。尽可能尽，左边人字旁，右边是尽忠报国的尽。可以将在网上寻找到的资料的网址加入到资料库内。资料的网址可以加到资料库内，可以不需要，但是加入后可以方便你下次的寻找。真用心呢参考资料功能，也可以记录资料的网址。还部落格历史。姓萧的兄弟允许加入简明圣经。简明圣经，好用心帮助一键产生简报，可以把 image 图片 tables 标签和其他文字一并呢自动加入简报。中英多语圣经使用3组的 tag。这个要懂了程式语言这是很专业的，这个做程式资料库的人才知道，好优秀。竟然台语的汉罗版本也有，辽文老抓也有离线也可以参考一些资料，圣经的小百科、人名、地名、植物、动物，自己新的电脑内各类档案的连接加入资料库好厉害影音图都文的都可以上线时提供圣经各本书章节的参考资料上网上搜寻功能。简报层次可以到26层，真是厉害真用心呢这真的是付出了心血精神可嘉可以绘出简报档案呢。都可以搜寻，热键搜寻，不限圣经的内容，校正过的和合本圣经。这是他们努力工作过程的记录了，好用心Auto 加向左的方向键加入前一卷书，加向右的方向箭头是后一卷书，向上的上一章，向下的下一章。回到前一个搜索的结果 Open 打开上下五解析 Chapter 打开词章 S 搜寻醒目的词M 将选取经文加入暂存之中好用心你看，搜寻还可以，还有韩文圣经呢，俄文圣经都有。现在有反白，然后按3个点，全部选取。然后按朗读
不要有神，也不要有耶稣出现。6. 增加一个切克伯斯在经文上方，可以全选或全部选经文。7. 增加希腊文圣经旧约。经文的选择搜索的时候啊，有一些设计啊，很厉害的。现在你看，把这个文字把它复制、选取，然后可以念出来了，这么进步啊！李正宗圣经版本、拉丁文版本、杨氏英文译本、美国标本本。真用心。